今日我為大家介紹千國水產啖啖肉即食龍蝦海鮮粥。呢一個係米芝蓮3星師傅嘅推介。我哋嘅產品已經獲得清真認證啦，同埋漁農署嘅優質認證。我哋自設香港優質養殖場、香港食品加工場同埋香港製造。反轉盒背呢度有我哋嘅4個 QR code、營養標籤、材料嘅成分同埋產品嘅說明。打開個盒，入邊有食品級內高溫膠袋裝住嘅龍蝦海鮮粥。做法好簡單，只需要喺冰箱入邊攞冰硬狀態嘅龍蝦海鮮粥，放喺滾水入邊煮佢12至15分鐘，咁就可以噶啦。攞佢出嚟，剪開膠袋，咁就可以享用噶啦。